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早期客家2次移民至后山开垦，主要分布在台东池上、关山以及鹿野等地区。今天我将前往拥有好山好水的池上，一探台湾米乡的迷人风采。邱大哥你好。嗨，我是道玄。道玄啊，你好。我好像看那个邱大哥是不是在那个插秧？对，在补植哈，有些那个被那个鸟吃掉的，要把它补植回去。那我可以帮忙你吗？好啊，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下来体验一下。背包客就走到哪体验到哪。像我们池上，我们的大宗作物就是水稻。这边普遍的农民都是赖以为生的，就是水稻。那当初为什么客家先民啊会来到池上乡这里来开垦？我所知道的是，我们客家家族里面，那早期从大陆来台这样落地是在新竹嘛，桃园地区那一带嘛。后来因为是那个地方太拥挤，太多人在那边，然后很多客家的先祖他们认为大家都挤在那边要怎么生活，所以渐渐的就是往那时候所谓的这个后山。然后就往这边迁徙，然后就在这边落地生根了。这边客家人的这个由来是都是外地迁进来的，像我们家每年都要回去关西那边扫墓。早期客家先民们以双手开凿水圳，引进水质清澈的新武吕溪作为灌溉水源，将荒地变成良田。而今客庄子弟更沿用先人的智慧，运用科学方式改良土壤品质，让台东不只成为种稻米的好地方，也能种出闻名全台的优质好米。从事这份工作是为了要生存，不是说要为了更好。以当时那个时代，像在我童年的时代，我爸爸他们那一代，那个等于1包谷子是换1包的肥料。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现金的这个部分，那等于是说你这样很辛苦的这样种，然后这一期的那个稻谷收起来，你这个家里面可以维持住，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就 OK 了。客家人对于稻米有着一份浓厚的情感，终日辛勤耕作，只为盼得一家大小3餐的温饱。池上米代表的不仅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好滋味，更是客家先民来此开垦所留下的珍贵宝物。